我想深圳还挺热的，挺有暖和的。这个脱了可以，只是那个质地。服装师好不容易给我准备了一个比较中式的一个服装，一脱了不就没那么中式了？其实我们可能也有第一次来看火星演唱会体育场。我们其实，在体育场呢会做一些比较适合就是听的，就是音乐性会稍微强一点，所以我们在这个环节就是第二趴的时候，会做了一些把我以前的一些音乐做了一个改编。那所以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阵容，就是把我们中国的民族的传统乐器和一些西方的来自各个国家的一些他们国家的非常就是很传统的大家不常见的一些民族乐器给拿出来，然后相融合。那刚好今天这样一个阵容，也非常的适合我以前创作的一首作品。这个作品呢，写的比较讲的是，如果大家一个文明的结束，万物还会再重新的复苏，一个纪元的结束，相当于一个纪元新的纪元的开始，那种感觉。带一点神圣的感觉。这个歌的名字叫做《降临》。
河中遗忘的苹果偷偷到天空。啦咪呀咪呀咪，因你的绽放太多太多。啦咪呀咪呀咪，一点远方走漩涡，水仙人寂寞。我想也将你我中朋友啦咪呀咪呀咪，